要喺印表機上使用網路列印及傳真功能，需要連接相應嘅纜線先至能夠運作。雖然網路線同埋傳真線外觀上有啲相似，但應用上有好大嘅差別。傳真線一般用於傳送及係接收傳真使用，接頭外形比較方正，同電話線一樣。而網路線針對數據網絡而設，支持嘅速度同埋帶寬更高，適合網路連接使用。接頭外觀則較傳真線大，偏長形。圖中係兩種纜線接頭嘅比較。要連接傳真線同埋網路線前，請準備好纜線，並且確保已經設置有關網絡路由器同埋傳真服務。唔同型號印表機嘅纜線接軌會有少少不同，但一般會喺設備後方左、中或者右面嘅位置。另外，部分型號要額外加購傳真元件，先至能夠使用傳真功能。詳情請向你嘅銷售經理查詢。圖中係網路線接駁嘅位置，用於接駁網絡路由器或者長新網線。連接之後，於電腦安裝驅動程式，即可列印文件，或於印表機 Command Center 設置掃描功能。呢一度即係傳真線接駁位置，會有一個同接口形狀相同嘅圖示。要注意唔好接駁到另一個有話筒形狀嘅電話機台用接口。接駁完成並有申請相關傳真服務之後，即可發送或者接收並列印傳真。有關傳真服務，請向你嘅電訊服務供應商查詢。